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8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屏东南边一个太阳能板的暂控场，昨中昼火烧，烧到将近4点钟，这烧甲附近的村庄拢讲有闻到臭味。环保局表示，若是确定是这处理无妥当，才会导火，上当被罚到500万。乌烟直直庆上天，蹲规堆的太阳能板隆重烧起。伫咧屏东南边的这搭太阳能板坑地场，17中昼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到通报了后，调派真济分队去拍火。伫咧周围泉水，也毋过火势是顺风窜烧甲真紧。太阳能板导火现场是阴蓬蓬，看无啥会到。大火烧大约4点钟，拢总烧掉8,000平方公尺。有杂草跟太阳能板堆置的火灾，怪手可以帮助我们清理现在目前堆置的部分，然后我们再加以我们的强势的水线，来去做一个控制。就算是周围无人家厝，也毋过阵阵火烧的歹味随风四界飘，附近砖头的基面拢闻得到。环保局伫咧第一时间就启动空气品质的监测，无出现明显污染的情形。毋过也是提醒民众较莫出外，或者是爱做好防护。因光电板之主要成分为玻璃及细菌。燃烧后并无毒性 ，PM2.5 感测值为10到25微克每立方公尺，属普通等级。环保局将依火调报告结果，倘为堆置不当所引发的自燃，可处新台币10万至500万元罚款。业者表示，导火所在毋是发电设施本体，所以无发生爆炸风险。实际受影响甲损失的范围，目前还搁咧估算当中。因也来会室咧，讲会配合消防单位理清导火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安全检讨甲改善。好在这件代志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也互再生能源设施的管理甲安全，搁再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科学园区拜一台电的变电所导火，造成2死1伤重大的公安意外，检方昨是派人去现场调查。今日下午会同火灾监视人员及承办员警前往现场进行勘查搜证，厘清事故发生经过及相关责任归属。相关案情尚在调查中，等调查终结、事证明确后，本署将在适时统一对外发明。科学园区内这变电所当时是咧做设备测试，应该是无细力才会导火。现场有3个包厢人员吊伤送医，其中2个最后是救无回来。台电表示讲，后续会配合司法调查，检讨包厢的责任。继续来看，昨昏伫咧台北车头，竟然是有10甫人伫咧机场捷运的便所内底烧纸，目前是已经甲人移送法办。因为伫咧台北捷运这景安站。嘛是有人伫咧柜台顶悬食电子烟，上当会当罚甲1万。不准吃东西啊，不准抽烟，都是检举规定哦。警方迄日水平提醒10甫人结婚的坐车小姐，因为伊伫柜台食电子烟，让互旅客翕来引起议论。有的人他可能不会想要吸到那个味道，加上可能观感也不好，很夸张啊，就是很不尊重别人。公共场所不能吸烟啊。更何况在捷运站上是不能吃东西的。非法食烟是伫北捷景汉站25岁涉案的10甫人，不过捷运站大禁令15下晡5点外，伫外台等车的时阵，当场食烟。隔工10人才登到捷运站，向站长甲捷警来承认。电子烟都是不合法的，任何人、任何地都是不合法。他们相关违规行为人的记录来我们这里，我们才要开罚。电子烟是属于类粉品，伫台湾也未合法，若使用行为部分伫外口内底拢违反危害防治法。北捷公司将专案移请卫生局来处理，罚2000块起跳，相关应罚1万。敢若是新北市已经罚超过600件。刚你是在那个机捷那边烧东西？大众运输系统常常出状况，台北有10甫人伫10日早起10点外，涉嫌伫机捷便所烧纸，清洁人员摒扫伫地板发现，马上反应，警方伫北车地下街抓到涉案30多岁嫌犯。在地区地下街内发现犯嫌，过程中未造成其他人员伤亡及财物损失。面对警方询问，伊是黑白讲无交代犯案的动机，依然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为违规食烟到违案行为、涵过的行为连续发生，大众运输乱象不少。记者综合报道。
前13晚，在高雄的警方讲有接到通报，讲有一对病仔囝失踪，最后是伫咧燕巢的山区找到人。不过，这个老爸已经摔落山坎，已经无开啊。这后生嘛送院急救，现场是找到农药罐啊、甲爱困药啊，怀疑这个后生有加工自杀的嫌疑。目前这个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对，那个没有绳索，下去危险。15点，高雄的警消人员伫燕巢山区四界走找，随梦找到这对姓区的爸仔囝，不过83岁老爸跋落边坡，救起来时阵人已经无喘气啊。后生嘛因为意识未清，唔知人送病院急救。警方表示，住伫中华的查某囝进前甲2人讲电话，感觉怪怪，落尾联络袂到人，就随报警。因为警方伫现场嘛找到农药罐啊、甲爱困药啊，感觉案情无单纯，随报请检察官来详验厘清死因，也互规个案情出现大逆转。帮助他人使之自杀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足认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这对姓区的爸仔囝是台中人，来高雄水厝食头路，对水厝附近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83岁老爸身体也真勇健，店家表示，阿伯逐工下晡拢会行去附近的黄昏市啊买物件食。这阵仔无发现有各样。厝头家嘛讲，后生是做邮差的，爸仔囝家己水厝2档，平常时斗阵啥拢真正常，厝税嘛拢照时间纳。爸爸年岁较有啊，等于算算讲，就拢平常时呢，儿子就带着去上班啦，晚上有当时拢会正常时间到5、6点啊回来。他们进出都从这边，所以几乎都会看到。从哪边啊？从隔壁的巷子啊？从这边啊，从他们后门就是从这边走进去啊。对对对。所以你几乎。然后他儿子的摩托车都停在那边啊。检警表示，随本后生清楚了后，讲因爸仔囝欠缴小才会想袂开，要做规行底路。不过警方无完全相信，会进一步调查，看其是毋是有替老爸买保险，想要诈领保险金。现在检方也安排19要进行复验，确认死者真正死亡原因。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各地拢是侪份好天，敢若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落雨。因明仔方面通过水汽变多，汤以北部分地区这雨可能会落真大。咱来看分图。今仔天气早暗悠原是较凉冷，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气温是14至17度，南部华东地区是18至19度，高温是25至29度，中南部可能到30度。明仔方面通过，在汤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会落低渐雨。今仔台湾是进入大水期，苗栗县的水情紧张。这县府是建议讲，1599公顷的炸弹场都要强制休耕，争取补偿。因为伫咧新竹宝山水库甲宝瑞水库，即马欠水拢存无到3成。矿区的厂商嘛已经启动自主省水的措施来应用。台湾目前伫咧大水期，苗栗水情紧张。县政府伫拜二建议农业部伫4个县镇市1599公顷早冬稻田停止放水，强制休耕，争取补助，减少农民的损失。另外，新竹地区水情无乐观，宝山水库甲宝山第2水库存的蓄水量拢存无3成，甚至地区厂商嘛启动自主省水的措施来应用。我们涉及到比较缺水比较严重的，包含公馆乡、铜锣乡、后龙镇跟头份市，这个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599公顷的一个水稻田，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比较缺水，所以这个水稻田目前可能因为缺水而导致后续的成长受到阻碍。气象署说明，目前还未观察到有大量的南边水汽入来台湾，拍算要等到5月、6月，黄霜雨到位，水情才会改善。春天的雨的话，它并不是相对的量子并不是这么的多，可能还是要等南方的水汽上来，比较偏向梅雨季的时候呢，可能整个降雨的情形才会比较明显，水情可能也要到那时候才有机会缓解。另外，这几天拢好天，不过刷落来就会变天啊。气象署讲，拜4方面通过，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开始落雨，为拜4落到礼拜，连续落4天。那到了23号之后呢，稍微有一点点东北风下来之后，在整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其他地方都是以山区的午后雨为主。不过整体而言，
大致上到23号之后呢，西半部地区它还是以稳定的天气为主。气象署提醒，虽然水汽有较增加，加减有雨水，不过大水期会阁持续一段时间，嘛呼吁民众用水就要较省嘞。记者吴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中华花坛，昨讲有民众看到光雷风的情形，这气象专家是指出讲，这是一种甲光雷风真相像的气流，因为日头炎、土骹烧造成空气快速对流，才会来造成的。不过一般这范围拢未真大。规工风一直吹土沙粉飞上天，民众赶紧甲画面翕落来，化工雷风来了。龙卷风就在我面前，第一次看到。在台湾第一次看到龙卷风，头一摆看到这画面，这民众当然是袂当相信。昨日下晡，我郡中岛中华花坛，有民众就伫这大餐厅的空地看到这个现象，规个土沙粉还有叶啊，拢总架起来，活要10秒钟。伊讲迄当阵是好天，却出现安尼景象，实在是想袂到。拄来无，拢还未来，我拄来看这场桂花，要来偏一远，现在向阳怎起风，起风都变龙卷风。20-30秒有哦吼，我都有怎准等起来。突然的啊，这种突然的啊。前气象局长地明典讲，这号做丁光风，看起来哪参像是雷亚风，毋过这毋是雷亚风的一种。两款产生的原因嘛无同，丁光风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日头照在土骹，我郡土骹的空气快速升温造成的。它跟地面的加热密切相关，就是要白天这个加热，地面相较于我们的空气变得就是温度差距很大的时候，这是一种直接的热空气的对流，不需要凝结但是这个空气一定要够热，它才会有强烈的对流，才会有这样的旋转出现。地明典讲咧，这个丁光风大部分会出现伫咧大好天，而且是伫咧空旷的地面，这个范围甲规模拢比雷亚风更较小。有当时会甲一寡营养抑个物件架起来，受可能造成伤害，建议民众嘛是爱保持距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中研院上新的调查讲，若是长期接触到塑化剂，在体内代谢阁歹，头一届来过水时是也未到14岁，这3项因素拢存在，得到灵感的风险会是一般人的1倍。再来是《自由时报》，台南创校64年的私立阳明工商，规划自今年的8月开始停止招生。后生要捐予台南艺术大学，正做私立高中节，后生捐予国立大学的全国头一个。最后是《联合报》，回答年度 GTC 大会执行长黄仁勋宣布要推出安全有温书任务，会让自动化 AI 代理平台。另外又宣布要打造太空资料中心。讲到这回答一年一届 GTC 大会，这黄仁勋今年是发表7种高端晶片，讲会当打造出全新的 AI 超级电脑。佮讲因为 AI 发展，回答先进 AI 晶片到2027年进程，上面会有1兆美金的规模。台北股市10早盘开悬行悬，盘中指数起超过660点，徛登去月线，也阁有34000点的大关。台积电的股价嘛起30块，来到1870块。财经专家就讲，受到国际油价落价，也阁开达 GTC 大会正式登场，嘛要来发表新一代 Vera Rubin 超级的电脑平台，所以刺激到科技股的表现。若市场估计这带动整个台湾的 AI 供应链愈来愈旺。包含了像我们的鸿海、广达、英业达，或者是华硕、技嘉这一类的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组装厂商或品牌厂商，当然也就会变成了第2波的受惠者。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伫演讲的时阵讲 ，Vera Rubin 不是单一晶片的更新，是由7个全新的晶片、5种专用机构组成的完整系统，成本较低，速度嘛较紧，是一台超级的电脑平台。嘛强调这项设计也向定 AI 发展。已经由单纯的模型资源进入到会当自动执行复杂任务的代理式 AI 时代。伊嘛真侪摆点名台湾的合作伙伴，大家合作了真密，包括台积电、鸿海，也有广达等等，代表台湾伫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地位是可較在。Optics comes directly onto this chip, interfaces directly to silicon. Electrons get translated to photons, and it gets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is chip. We invented the process technology with TSMC. We're the only one in production with it today. It's called COUPE. It's completely revolutionary. 黄玲芬讲，微软鲁宾会伫今年下半冬来上市，嘛认为讲全球资料中心的转型会带来超过1条美金的商机。啊，那台湾的供应链嘛拢会伫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立法院顶礼拜中选会人事同意权的投票，敢若国民党甲民众党推荐的人选有通过，民进党推荐的3个人是拢互否决。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达不满，也拿甲白党团是批评杜英泰，讲这独立机关的人事无应该摕来调野协商。补送3个名单，我愿意补足程序，让你们补足诚信。部分情绪看现现，行政院长杜英泰批评立法院拿白党团无信用，因为顶礼拜立法院行使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民进党推荐的3人选拢互人否决。杜英泰讲，调野本来答应互相尊重，全部通过，到表决的时阵，煞无照片照行。上个礼拜2就在后面的小房间，我特别再跟韩院长讲一次，这个名单是3个党团推荐，全部送出来的，我希望能够全部的通过，要维持过去那种大家互相合作的诚信。对，所以人选我们会再重新做各方的考量。不过，国民党团批评杜英泰的讲法是想要用政治的想法干涉制度，佮讲独立机关的人事案无应该当作调野协商的条件。民众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强调对中选会人事拢是依法审查。立法院本来就应该依法来审查，为中选会选出最合适的人选。难不成卓荣泰院长他提名一个西瓜，也要我们立法院吞下去吗？另外，马北党团嘛以人数优势持续卡今年度总预算，目前敢若先予新兴计划动议案过关，包括 T-PASS 生育补助、治水方案等38项，金额差不多718亿。虽然行政院批评无符合宪法甲预算法的规定，不过因为传出年底选举民生压力，府院决定上近3月底开始执行。如果没有这些计划，您就不会做事了吗？没有预算当然不能做事啊！我们马英九时期，我们的总预算只有1兆8000多亿，到了现在赖清德政府已经高达3兆的预算，去年就已经差不多是这样的规模。现在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比马政府高多少？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杜英泰无直接否认团税，不过讲718亿敢若占总预算的2%，预算若是互人切割，会不利国家整体发展，认为无应该开这个先例。同时嘛，呼吁立法院应该赶紧通过规个3条350亿的总预算案，才是正确。记者采访报道。陆军航特部陆空二旅昨伫咧屏东射击训练，加强实战能力。有关美国总统川普讲要延后1个月才要去访问中国，这敢会影响到咱军售的进度？国防部长在顾立雄是强调讲，目前是无任何改变。起炮火箭弹对目标迄边甲弹落，陆军特航部陆空二旅17伫咧屏东来做射击训练。OH-58D 战术直升机、AH-EW 超级目镜蛇、UH-60M 乌鹰直升机3台小连线飞上天，伫咧战场飞来飞去，展现火力，互大家看，啊嘛请民众来看热闹。国军透过实战训练来提升战力，嘛继续向美国来买武器甲装备。啊，毋过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到中东的战争，传出甲中国讲，访问中国的行程会延1个月。外界烦恼传习会延前的影响台美军售的进度，国防部长顾立雄揣陪会。那据我们了解，有关他们内部在审查的程序，就如期来进行。我想没有接获什么有关支援的一些相关讯息这样。啊，那美军即马将重点放伫咧中东的战争，可能会了足侪弹药，嘛有可能会影响协助中共的溃烂。顾立雄讲，我方会继续关心解放军的动态。啊，经美国印太司令部官员吴岱林认为，台湾提出1.25条国防特别预算，是提升国防实力的好机会。台湾加上美国的专业知识跟一些技术，可以一起生产对台湾最有利的热情通讯。然后打成这个最强大的击杀链。针对无人载区伫中东战争的影响力，吴岱林认为无人机、无人船的发展趋势，即马已经真做是大量生产，继续较俗。
对于台湾相关产业来讲是商机，会当甲国际接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事。伊朗上新的消息，因为国家安全首长甲准军事部队指挥官拢遭受到以色列空袭，已经宣告死亡。以色列军方是表示讲，针对伊朗领导该站的攻击，是无咧甲你看好日子的。بنده خدا به خدا پیوست ارواح طیبه شهدا روح مطهر عبد صالح خدا شهید。伊朗国家电视台已经报道出最佳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拉里加尼死亡的消息。头先，伊斯兰革命卫队咧正式强硬派民兵组织巴苏吉的指挥官佐雷曼尼死亡时阵，并无回应拉里加尼死亡的消息，是以色列这边大声来发布。迎接破处的传统新年陆陆续续，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发布影片，向伊朗的人民发声，讲这是自由之年甲新的开始。纳坦雅胡过去就常常安尼做，将伊朗的民众当作介伊一国的共款反对新权的政体。In the past 24 hours, we knocked out 2 of the terrorist chieftains. The top terrorist chieftains of this tyranny. 拉里加尼最后一间公开出面是伫咧13德黑兰举办的圣城日游行，伊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比尼的二手。伫咧哈比尼死亡了后，拉里加尼的地位甲权力升到最高点，甚至伫哈比尼的后生穆吉塔巴接任进前，也互当作是真有可能接班的人选。拉里加尼传出死亡的消息，德黑兰也拄啊经过一暝轰炸。拉里加尼的官方社群媒体是打出一张伊亲手写的字条啊，向一个月去互美国的唱水男拍电去的伊朗顺风男罹难的士兵来致敬。另外，估计有上百万的成员，常常互调动去镇压反对派受革命卫队控制的民兵组织巴苏吉，因的指挥官苏雷曼尼也已经死亡，涉入伊朗政权内部镇压能力。公新闻吴连编译。今日伊朗昨是针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发动无人机火箭攻击，这也是中东开战以来伊朗攻击甲上强的一届。伫咧杜拜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座油槽，嘛去互无人机击着导火，嘛造成航班大乱。大火为杜拜国际机场附近油槽扑出来，几点钟天光了后，高高乌烟还阁一直冲出来，互这个中东上无用的空中交通中心阁一摆停落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民用航空总署甲国防部，拢证实过拄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中东局势愈来愈紧张，阿联总统甲副总统昨日接见来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都共同谴责伊朗对保安国家的攻击，佮强调阿拉伯国家无发动也无参加美国甲以色列甲伊朗之间的冲突。不过，伊朗攻击无停落17透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搁一摆遭到至少5架无人机甲火箭攻击。伊拉克方面安全人士表示，这是美国以色列开战以来上厉害一摆攻击。民众协调卫兵已经看到当地防空系统哪早个拍到至少1架无人机，不过也是有1架拍到美国大使馆横区内部，然后清除火势甲乌烟。面对伊朗愈来愈猛烈的攻击，当地民众是真烦恼。أنا متخوف أنه ستكون الحرب طويلة طول أمد الحرب هو راح يأثر فهناك أصبحت هناك استهدافات على الصعيد الأمني لمقرات عسكرية ومقرات تابعة للحشد الشعبي والآن التخوفات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خشية من عدم توفير الرواتب للأشهر القادمة بسبب عدم القدرة على تصدير。伊朗副外长哈蒂博扎德昨日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特别警告美国，三苏之小型唔通出动地面部队，按若无家己嘅限制困境。Look, even suggesting that a foreign country can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of another country, invade another country, occupy the land of another country, is something very much rogue, very reckless, illegal, and against all international law. 西方记者问到一直无出面的新任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的身体状况时阵，哈蒂博扎德是讲伊正健康，而且咧掌权，是要释出政权稳定的信号。不过穆吉塔巴到即马依然无出来外界传出，伊伫空袭内底受伤，人伫普廷官舍之一接受治疗。不过伊朗方面完全无证实，莫斯科方面也无否认。公司新闻红土梅编译。伊朗封锁
荷姆兹海峡，这国际能源署已经宣布讲要提出4亿桶的战备石油，一代性提供给亚洲国家。也伫咧菲律宾，因为总统小马可仕是讲一代性发现金，补助给运输业的相关人员。第15，国际能源署阁一摆加强力量来公布讲，4亿桶战备石油的市场投放顺序是先予亚洲市场，到3月底才开始供应予欧洲和美洲地区。另外，国际能源署嘛表明讲，可能阁会放出阁较侪战备石油，总统各国因为中东战事造成的成本。In terms of you combine them, there will be still over 1.4 billion barrels remaining, which means we can do more later as and if needed. 中东战火扩大，造成全球燃料的价小大起。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有高达98%的石油是对中东来的。到3月中，菲律宾燃料的库存暗算干那会当冻到4月。加上当地油价伫几礼拜以来已经分段调起，柴油的价小已经得要到达港升100倍数，差不多大票53块。后民众讲得要制裁袂掉，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始找替代方案，但是伫这进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是向几百个交通运输业的人员发放现金的补助。Ito talaga yung pinakamalaking presyo ng gasolina. Dati hindi naman ganyan. Naabot ko mga 11 pesos, 12.50 ganyan. 另外，伊朗控制荷姆兹海峡已经对进前全面封锁，到最近变较好，甲封锁的对象缩减到干那剩美国和以色列。14，一只挂印度的国旗，而且载9.27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已经过荷姆兹海峡16的时阵到印度。消息一出来，互国际布兰特原油的价小落落来，来到达桶101.5亿美金，落后差不多3%。但这一间航运业者嘛讲，顺伊朗的态度放较软，但国际保险公司普遍拒绝承保荷姆兹海峡的相关航线，就是讲无法度代表航运市场会当随回暖。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奈及利亚东北部的这麦杜古利区连续发生真侪件自杀炸弹攻击，造成上无23个人死亡，108人受伤。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表示讲，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间专门咧解毒的医疗单位发动空袭，造成上无400个人死亡，250个人受伤。墨西哥的总统宣保姆表示，因为中东的战事未收煞，若是有必要，因愿意来接手伊朗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头一轮比赛。继续来看，疾管署昨是公布一个发烧、健血球减少的综合症，是一个北部70外岁查甫人，最近伊无出国，感染源是搁爱调查。也即款病症主要感染源就是牛鼻，嘛提醒观众朋友，若是要出去外口，都要包较密的。过3档外，国内阁新增加一个发烧伴健血球减少综合症，简称是 SFTS。疾管署17公布一个个案，是北部70外岁本国籍的查某人，最近无出国的旅游史，本身有中风者的慢性病史。今年2月底出现规身躯拢无力的症头，过2天去病院急诊看医生，因为发烧健血球加者的症头大院，经过抽血检验是 SFTS 确定病例，后来再治疗了已经好起来出院啊。这嘛是国内史上第3例 SFTS。的病例，除了发烧之外，它也有出现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包括这个恶心、呕吐跟腹泻的情形。那所幸在这个经过治疗之后，他的症状也逐渐的缓解，也退烧了。那后来再去这个追踪他的这个检验的结果，发现他的白血球跟血小板都有回升。伊个案是住伫高外，疾管署进前是会动地方的卫生单位，到个案的徛家做环境调查，而且采检，当中采到牛逼16只，但是牛逼的采检拢无病毒，感染源个厘清。疾管署表示讲 ，SFTS 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肠甲牛逼，若是有病毒的牛逼加着，按照差不多是1礼拜到2礼拜，感染者大多数拢是发烧，想要吐无想要食，健血球加者症头，目前并无抗病毒的药会当治疗。就说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多种器官衰竭，致死率会当到3成。我们会评估的重度是国人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
如果说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列为中度。疾管署提醒讲，这牛逼国叫做北卡怪，主要是生产伫草丛、像哪这野外的环境。当年4月到10月是牛逼活动的季节，牛逼嘛有可能传播内分泌和丘热这病。民众伫户外时阵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包括穿浅色、长黄的衫裤，使用含特别的抹仔水等等。若是出现疑似感染的症头，应该随去看医生诊断和治疗，降低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推动性别平等、友善生囝的工作环境，劳动部是开办性别平等工作法的咨询服务。若是劳工有新，或者是讲有性别歧视相关问题劳工，都会当就网络来找律师来咨询。对3月17开放登记，4月7日正式就线。伫台湾，真侪家庭的是大人，还是适龄者，居家照顾的工课大多数拢是请义工来斗3工。不过，伫真侪当前，一个义工伫中部照顾行动无方便的雇主，义工后壁是以无法度阁做落去的理由离开，互雇主甲告。考虑到义工和律师伫个无共所在，迄当阵的法律辅助律师是透过视讯提供服务，互伊了解状况。曾经有法服的案件是透过线上的方式，让我先去跟我们的当事人恳谈。当时一则语言不通，他的甚至于交通的往返也比较辛苦，咨询的部分确实是有其必要性。若是弱势义工伫工课场内面，受到工课场有心机时，要互伊顾囡仔留一天薪，性别无平等待遇的女性劳工，无确定拄到的代志是毋是受不当的对待，甚至毋敢向政府来提出申诉。法服的律师认为讲，一个有兼文书专业的视讯咨询专线，会当随来提供协助。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工课场性平案件的统计，超过50成的女性劳工有感受过工课场的有心歧视，差不多2成8是家己的经验，有4成3遮尔济有意愿来申诉，所以烦恼讲身份会流失，还是留长落长，结果无去做。初步今年开始跟法服合作，我们预估是可以达到超过600件。这一次也运用了法服本身的资源，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是编列200万的行政预算。目前在本次开办以前，我们已经办了2场的律师专业教育训练，有33位律师已经加入我们的咨询律师提供的行列。法服基金会强调讲，视讯咨询服务是事成预约制，大概40分钟，时段是每礼拜2和拜4，早起9点到12点半，和下晡1点半到5点。17开放预约，4月7日正式运作，民众嘛无需要负担相关的律师的咨询费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文化总会英文名要甲 Chinese 改做台湾，行销台湾，正式定位做是台湾文化。正正就是因为名称的问题，失调执行委员的联电创办人周兴成是表示讲，毋是干那改英文名尔，这华语名嘛应该爱改。刘彩琴其甲台湾的传统歌戏搬去巴黎，无讲你个掠准讲在台湾。其实这是2当前文化总会伫咧巴黎文化奥运真成功的文化外交，引起侪外国观众关注台湾。文化总会伫这几年成功行销台湾，办活动甲台湾推出去国外。但是中华文化总会名也不是引起外国人的误会。文化总会伫3月17正式甲中华文化总会英文名称对 Chinese 改做台湾，希望安尼外国人就袂听甲不飒飒。今天的会员大会向会员做一个报告，通过决定要改英文名称改成National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Taiwan。那刚刚在会场里面做完报告之后全体会员也鼓掌的通过。英文的名称改做台湾，不过中文的名称目前无变动。真联电创办人周兴成顶日就要公开呼吁中华文化总会爱改名，或者台湾文明促进会，也是调文化总会执行委员的工作来表态。像我大家都给人吞并掉，在台湾呢，你一定要多讲台湾，不要再讲什么中国、中华，尤其是这个文化总会是总统做会长嘛，更应该把这个证明了。对于中文名称的变更，因为这涉及章程的重大变革，所以我们要依据人民团体法的规定。那如果有会员提出，那也会由会员大会以及执行委员会来做讨论。
文总伫礼拜二召开委员大会，文总会长总统赖清德也表示，文总这几冬持续提升台湾的文化实力，积极和国外交流。亲像咱拄结束的台湾灯会，就邀请日本驱魔师傅来台湾，还有日本甘嘛是恶魔也伫台湾引起轰动。文总表示，改名了后会继续透过文化来建构台湾的韧性。记者陈专林旭凯、吴家宝台北报道。电风消息来看交通问题，讲到台南是六都唯一无捷运的都市。目前规划6条路线拢伫咧溪南地区，也若溪北地区40几万人，是连一条拢无。有在地议员认为讲安尼是真无公平，交通部嘛是表示讲详细会再来评估。透过无机画面看到台南捷运采用高架单线系统，真有现代感。进度上紧的第一期南线，北平对台铁大桥站开始，顺升到台一线，一直到东区文化中心。这条代表台南交通第一条的路线，按算今年底动工，2023年完工。不过这北交通难度，看伫溪北乡亲的眼内，拢好着溪南，无照顾到因，互因真怨叹。增加热闹度跟小朋友也比较方便。年轻人可能有机会再多回来这边，知道台南市区它就是会塞车，所以如果说有捷运的话，是不是我们这边大约就可以缩短我们的那个车程？台南市6都当中唯一无捷运的城市，市府目前规划6条路线，总经费爱3528亿。日前议会审查立线案的时阵，溪北的议员拢压起来，骂讲溪北人口40多万人，捷运线是无半条来遮，感觉资源分配无公平，挂高一边。面对议员的批评，交通局回应会伫中长期的计划当中搁做评估。愈来愈稀微，变成悲情的城市，阮较上会开，人口数反映的上少嘛一条。含一条规个都无，难道阮爱牺牲吗？西北的捷运路线属长期的一个路线范畴，将配合本市捷运进程，适时的进行相关规划作业。学者指出，虽然溪北有40多万人，不过爱先看这徛街敢有线时，安尼就无法度结市形成一条捷运的路线。伊建议即摆爱先靠公车甲 U-Bike 用车班甲巴来培养乡亲者公共运输的关系，等运量有出来，安尼去捷运才会好。使用养成这种量去使用公共运输系统，那未来如果量在成长的时候，就捷运的一些可能性就出来了。这位民代提出，溪北地区上少规划一条捷运，铁路高架化、加公车捷运化，定诉求爱放入去定期会讨论。伫市府答应甲诉求纳入评估了后，捷运立线可行性案才顺利通过。台南捷运要安怎照顾南北两边的诉求，这是市府未来真大责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也若国光客运自从去年退出西螺转运站，在地人若要坐车，就要走去高速公路遐等。即马是经过地方的争取，统联客运甲大西客运已经答应要来接手。17早起差不多8点半，统联客运驶入西螺转运站，准备载客要开往台北。去年9月，国光客运退出西螺转运站经营了后，总算互统联客运接手，加设西螺转运站来停客，当地民众拢表示赞成。时间若会拄好，就拢会坐啊，做那个到北部的啊，更较方便啦哈。对啊，比较方便啦。不然要跑到那个交流道那边啊。我们是有考量到接送的距离的，对，这边就会比较方便这样。民代表示，因为国光客运去年退出西螺转运站经营，民众反映要坐客运就爱去到西螺交流道遐坐，真无方便。才开始协调交通部公路局甲客运业者，经过这届会议讨论参详，16正式甲客运业者签约，加设西螺转运站，希望改善西螺公共运输的服务。是从安全、便利、尊严来做升级。那这是让大家已经殷殷期盼许久的一件事情。那也因为大家的愿意，然后国产署在合情合理合法调降租金，那公路局大力支持像西螺镇公所也大力的来促成，包括统联、台西以及园林客运，有他们的协助，才可以让我们偏乡的一个运输可以非常的顺利来进行。西螺镇公所表示，统联客运进驻西螺转运站了后，包括要坐国道路线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甲屏东的民众，拢会用照时间到西螺转运站等车。目前逐工会停7个班次，嘛要积极争取经费，和西螺转运站提升更较好、更较完善的公共运输服务。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国际机场去年的载客量已经有到575万人次，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水准。不过，变若是车济时阵，就开始有人会乌白乱停。这机场是表示讲，对今年1月开始，这违规停车都会甲你拖到别个停车场，爱1000块的刷车费用。那您除了开劝导单之外，还有其他的动作吗？开账。看到有人无守规矩，车乌白灯，停车场的管理人员随来开劝导单，翕相通报管理处。高雄国际机场为了要解决停车场车乌白停的乱象，对1月开始启动拖吊作业，甲打2个多月时间，拢总拖64台。这是去年12月底翕到的画面。国际线停车场的验权者，卡袂到就是3-4排违规停车，甲今仔日的画面比起来，虽然也是有违规，不过确实改善真济。民众讲有足规才有改善，安尼真好。好啦，啊无你即摆咧乌白停，啊你又无停车架，你着去加设一日尔，啊无啥。你即马乌白动线就会歹啊，系啊，拢啊重点是无位啦，无位才是重点。系啊，啊看新的起好会改善袂啊。拖吊刷车新措施，民众普遍拢真认同，不过个也感觉高雄机场的停车规确实无够用。机场表示，目前拢总有3大停车场，1198个停车规，若是当着出国的尖峰期，才会出现恶停车的状况。大部分的违规停车拢是贪方便，无爱停远，甲车当伫的捷运出入口也是验权者，已经有伫违规的重点区域做牌仔提醒，请民众爱守规矩。多调前会再广告一次，那及时的车辆会一次在有空的格位内。机场表示，拖吊刷车的作业比较一般的违规拖吊，涂骹会写字，民众爱去2号出口纳钱，才会当甲车驶出去。高雄国际机场即阵正在进行改建工程，其中立体停车场已经伫去年5月动工，按算明年完成。到时会当增加900外停车格，解决尖峰期停车规不足的问题。记者郭家祖、邱超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台中雾峰的华丽钢铁厂，最近是去互民众指控讲是农地违建，早在3年前就去互市府下令停工啊，煞甲单也搁咧经营。这业者是表示讲，是因为目前用地也咧想办法行政救济，因台中市政府也讲已经甲罚177万。工厂的作业是轰轰叫，工人无用伫甲钢金属型含加工。伫台中市雾峰区的华丽钢铁厂，和附近的民众指控讲是农地违章工厂。2022年10月，早就已经和台中市政府下令停工，但是甲打搁在营运，最后一直检举定情拢无结果，大美市府是拍假球。陈情的控诉只换来一个单位推一个单位。请问台中市政府，你们为受害人民做了什么？市政府，你们停止运转了吗？打假球，有公文勒令停工，实际上他只要再继续罚款就好，只要民众检举就罚款，没检举就没事。指控的民众和环保团体17条开记者会，批评台中市经发局2月才拄公布查到571间无登记的工厂下令停工，所以华丽钢铁厂伫继续舞，要求随提出公权力对于断水断电。2007年创立的华丽钢铁厂，厂房占地是1200平，目前员工差不多20个人。业者强调讲，厂房的用地确实是农地，而且伫水利署乌溪流域占细景市区内面，才一直无法度摕到特定工厂的登记。2022年申请6个月后边都和市府下令停工，目前在做行政救济，而且找其他用地。政府有那个勒令停工，但是我们也有去寻求自力救济啦，他们也都来开单啦，啊，我们也是有去付这个罚单啦。老板也说啊，去找一块地。合法的。王小姐和款团拢呼吁政府爱负责的辅导业者搬迁的责任，而且限期来拆除建物，无因无摆度继续抗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连接市区甲香山区的大桥，这桥卡去业者偷倒废弃物，这现场本说是蹲干啊亲像山，附近的民众嘛惊讲会影响在地环境，市府表示讲会个详细追查。现场满满拢是建筑废弃物，详细甲看内底唔有茶帮、砖啊角以外，甚至连马桶拢有，边仔有几来个白色落啊，内底也拢是装潢废弃物。这是新竹市香山景观道路的桥卡，附近民众讲偷倒粪扫实在有够失德，吓死人了！你这样子，那是不是都没有公德心？怎么会往那边丢嘞？你看整路都是啊，不要没有人发现了。
看到粪扫愈来愈多，民众都惊除了会危害健康，嘛烦恼去影响附近的生态环境。新北市环保局指出，伫去年10月就已经进行调查，而且针对偷盗粪扫的车辆进行追查，依法移送相关单位侦办。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违法事证，并且正式将案件移送给检警侦办中，全力揪出背后的恶职业者。非法弃置不仅破坏景观，更涉及环境污染与公共安全的疑虑。对于这类挑战公权力的行为，新竹市政府绝不姑息宽待。环保局表示，除了会请人先来清除粪扫以外，未来会利用科技监控设备加强巡查，避免再发生破坏环境的代志。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中华园林北部一圳的黄花风铃木，去年花是开甲真旺，不过今年煞是无开遐济。除了讲去年热天有风台甲大雨，也有人质疑讲是下骹树叶影响到树丛的成长。最后事是表示讲会去找专家来了解，想办法改善。金色的花蕊照伫水面，互遮变做黄色的磅空，阁成一大堆人来遮看花。这是中华园林的北部一圳，去年3月是黄花风铃木开甲满满是的景象，但今年煞互真侪人拢感觉真失望。差不多5-6分年啊，开抓拢无开。上个礼拜还可以看，那这个礼拜就已经都消失了。树仔顶悬的黄花剩无几蕊，遮侪树仔甚至敢若剩树枝，连叶仔拢无去啊！附近的居民讲，本来期待去年开甲真水的情形会当阁出现，但是今年的花访差不多敢若剩去年同期的4成左右，推测有可能是受到去年风台和7月大水雨的影响。另外，种伫树洞嘛是其中一个原因。一树仔囝啊，当遐面要大水大去，嘛个这高我管吼，水分拢起低，伊这款呢爱水分再发炎。现在已经不太喜欢用一个一个的植栽穴，台湾早期使用一个一个植栽穴。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台湾呢的树木都是随便切根比较多，那如果我们用一个一个植栽穴的情况之下，它的根容易盘根，那有时候会串根，让树木有时候就因为这样衰落。枯损都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金宏春表示讲，确实的原因，搁要进一步来了解。不过，种伫树洞并不是对树仔友善的方式，建议改做连续性的热带的种植，加大菌系生长的空间来改善。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讲，会尽量较紧来回勘。已经有去接洽那个林试所那边的一个树木的专家，会请他们最近会过来看。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用树穴种植的一个因素，造成它的一个根系的发展受到影响？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讲，北部一圳是对2017年开始分段来征收，在2020年间陆续完成。在迄当阵，就是采用这款设计，嘛会较紧和专家来建议，看有啥物改善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火金果上济时阵，通常伫咧4月到5月时阵，全台湾目前有50几种火金果，伫咧咱南投到31种。目前也推出真济火金果相关的活动，欢迎大家来行搭。火金果是环境指标的生物，因为介意清气的水质、无农药、无光害的环境，南投县这几年来维护生态和农业的有机化。真正有成果，也提供火金果真正好的生活环境。我们推广呢有机农业，还有就是那个栖地的复育，再来就是还有就是尽量降低光害。差不多是伫6:50，早到7:50这个时间，阮三阿溪有甲你准备迄个红光的火，迄个手电筒，互你使用，较袂去影响到咱的火金果，来就是讲时间一定要聊好，因为阮的火金果足紧就倒去厝休困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准时来甲阮的集合点来去参加咱的导览。南投县政府表示，南投会当看到火金果的地点，包括着日月潭、德山六股、北港溪、二万台这4个风景区。生态专家嘛提醒，民众看嘛需要守规矩。第一，要保护家己的安全，尽量穿鞋、短裤和穿布的。第二个，莫影响到咱的火金果，莫用火去甲烧嘛，莫用迄手去甲拨。第三个，尽量参加咱在地人在带迄导览的团，因为伊较了解咱这个环境的状况。今年的4月到5月是国内看火金果的季节，
全台湾目前火金菇有50几种，南投就超过30种。南投会当讲是重要的基地。南投县政府嘛释出导览，结合旅游、带案、抽奖的活动，邀请国人来南投佚佗。记者杨秀南投报道。今仔讲到今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真侪台湾人拢专工坐飞轮机去到日本去看。伫咧桃园，就有2个消防人员休困去日本看棒球。伫咧线场的时要坐地下梯，煞看到一个查甫人昏去，随冲去斗救人，嘛受到众人的恶扰。用练等的日语甲查无完对话，时间真宝贵，因为即马即个日本男性向昏去叫袂醒。来自台湾的消防人员虽然人伫日本，依然发挥救人的精神。门一打开，然后就突然有个东西这样碰，就这样倒进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就是怎么叫他，然后疼痛刺激都没有反应。有摸到还有脉搏，我就用日文讲说还有呼吸，然后心脏没问题，感觉就是应该是酒喝太多。伫球场翕相留纪念，伊是张永维，伊伫汤市消防局龙潭分队食头路。代志发生的迄天，伊是休假去日本旅游，看 WBC 经典赛。比赛了后，坐地铁回去，伫新田站看到有日本人昏去，马上协助甲人扛去月台，初步做生命现象的评估。伊会晓讲日语，也互后续的救护真顺利。因那加入这站救援的，也有伊的女伴，同款是消防人员的杨玉秀。像平常一样，就是先确定他的有没有呼吸跟脉搏嘛。如果没有摸到的话，就是我们会直接施做 CPR 这样，急救没有分在哪个地方啦。然后如果看到有民众就是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本能就是会想要主动去帮忙。两个人伫外地面对熊熊发生的状况，完全无丢毒，协助完成跨国的救援。因真谦虚，讲就是本能的反应。即马经典赛拄煞过，毋那热情的台湾学院团片东家巨蛋，两个人徛出来救人的行为，也得肯台湾消防人员的专业甲帮助人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至28度，中部地区14度至29度，南部地区15度至30度，东部地区17度至28度。外岛地区14度至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